咁如果有機會即係可能之後公開嘅話，我諗對成個運動啊，或者係對香港嘅社會都係有幫助。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教授你頭先都講過和理非同埋勇武好似一前一後咁樣拖啦，咁好形象化、好生動嘅。咁但係就好似將和理非同埋勇武就 group 起咗係兩個獨立嘅嘢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喺我眼中，和理非同勇武係一個光譜嚟，即係中間其實可能係藕斷絲連啊，跟住有人喺唔同嘅位置，咁其實嗰個割席，即係個斷嗰個位會斷喺邊度咧？會唔會係可以透過你個3000萬嘅 data 裏面一啲 keywords 嘅 grouping咁樣可以 group 到和理非嘅 critical mass 係乜嘢，跟住勇武嘅 critical mass 係乜嘢，以至你可以計到如果要斷嘅話，究竟呢兩堆人嘅數目會幾大，或者佢哋用字嘅差異係乜嘢咁先斷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呢個霸權嘅理解嘅，就係你最尾嗰張 slide 咧最下邊嗰行咧就講話，即係我哋咁樣去討論啦，由一啲集體嘅決定或者成會唔會係另一種霸權？咁我就諗緊，即係霸權呢個定義係點樣咧？我眼中嘅霸權就係、即係佢係一言堂嘅，唔俾其他人講嘢。咁但係如果我哋討論嘅過程或者我哋嘅結果係嚟自一啲好普及或者係好公開嘅，譬如係連登或者係 Telegram， 咁呢一個決定算唔算係霸權咧？咁佢會唔會係好容易被下一波嘅討論去推翻？咁樣係嘅時候，咁我又覺得呢一個唔係一個霸權咯。好，多謝你。